介紹下今日我哋咧呢一位嘅朋友啦，就係叫做阿 May 啊 ，May，hello 你好。Hello 你好。嗱，今日見到阿 May 咧，就啲頭髮完全冇事喎，但我知道咧，一定過去咧有好嚴重嘅問題。必講下你係從事咩工作，同埋你嘅頭髮係響幾耐之前咧發現出現問題，咩問題咧？係，我本身咧就喺發再生呢間公司度做嘅，咁我過往我都做咗成9年有多噶啦，咁就一直都接觸咗唔同嘅客人啦，咁同佢解決頭皮啊、脫髮啊或者生髮啊，協助佢哋解決個困難啦。咁但係咧喺舊年年尾咧，11月到啦，咁我無意中發覺大量脫髮，咁樣就開頭都冇留意嘅，咁後來自己摸到咧後尾枕後邊咧有2個窿，即係開頭發現一個，跟住咧就再叫啲同事同我 check，咁原來喺後尾枕直頭有2個好大嘅5蚊有大有多啊咁大嘅範圍，咁當時我都即係諗唔到會發生喺我身上咯，係啊，知道呢個問題，咁我唔驚，因為我已經即係知道我公司係有產品幫到我嘅，於是我就打電話同阿 Lily 講，就求救啦，哇！係啦，咁我都有咁嘅情況，係啦，咁啊 Lily 就唔使驚，翻嚟中心我會幫到你咁樣啦。嗱，我想問下，嗰5蚊銀係咪完全係得翻啲皮啊，得翻啲肉，係一啲頭髮都冇，即係斑禿咁嘅樣？周邊成個斑禿係滑捋捋嘅，冇晒頭髮嘅，咁喺個邊邊嗰度咧一住甩咯，嗱，斑禿嗱，我知道好多唔同嘅情況啦，不如你再講下你情況，同埋嗰排係咪壓力太大啊，或者生活習慣改變咗？係啊，因為啱啱又做工展啦，咁樣都比較緊張啲啦，跟住嗰個月又我仔仔又結婚啦，咁啊心情又好興奮啦，咁樣變咗即係夜晚翻到去瞓唔着啊，成日諗住點樣安排個即係嗰個婚宴啊，咁樣變咗個人咧開心到緊張，咁啊變咗不知不覺咁樣就脫髮，我自己都唔係即係自己都唔知啊，唔知道係啦，係知道係嗰一段時間甩好多頭髮，係啦，原來後期咧 check 出嚟，原來我自己竟然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啦，咁有2個斑禿嘅好大個窿喺後尾枕咯，係啦。嗱，阿 May，我想同你問下啦，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好熟習即係呢個頭髮嘅即係護理啦，或者個療程啦，所以你好信心一定會即係醫得翻啦。而家亦都證明有奇蹟醫得翻啦。但係當時係翻到屋企，譬如同阿仔仔講，你都幫仔仔籌備婚禮，於是乎你好大壓力噶嘛。你同仔仔有冇同仔仔講啊？仔仔當時有冇安慰你話仔仔會唔會因為媽咪嘅頭都好擔心咧？為你吓？咁啊，仔仔叫我放鬆心情啦，唔使咁緊張吓，咁就我自己都唔係好擔心，因為我都知道我公司嘅產品一定幫到我，咁我喺好短嘅時間已經好翻晒噶啦，係啦。